你有你的关门价，我嘛有我的跳墙法。来看到贼仔调虎离山，监视器过拢看现现。4个查甫囡仔礼拜日透早5点钟，就来到新北市土城这间超商假线要买物件。超工叫店员去提货，其中一个查甫囡仔趁机会来到柜台偷摕14000块的现金，落尾手互警察抓。这三讲因今年拢才16岁尔，拢也未成年。 伫个超商内底，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挂喙嗡，鬼鬼祟祟、咪咪气气，哭落来，难免阁探头探脑，斟酌甲看伊手一个寸，伫这个柜台的托啊摕一个牛皮纸袋啊，了后阁随走去啊。这个嫌疑犯的特征真好认，伊的头壳愈顶敢头，事当时一直为这个收钱的机台遐行去。毋过伊敢若亲像拍袂开，烦恼讲去互看到，还阁假作无代志，暂时离开。伊会当遮尔好胆来犯案。 原来是这个店员已经互甲伊做伙的3个人超工甲引开啊！伫礼拜透早5点外，这4个查甫人假做这个人客，到这个新北市土城一间超商，其中有3个人甲店员讲，有物件落伫个货架内底，需要斗3工，先甲店员骗离开柜台了后，另外一个查甫人就趁机会来偷摕14000块。听大爷讲的话是，他们说他们的50块掉在地板，掉在货架下面，他直接偷那个百钞的。即马警方已经抓到这4个嫌疑犯，发现讲因拢是未成年，简单16岁，年纪遮少年过来做贼，实在是真大胆。因上准讲这个超商大夜班，简单有一个人，若是甲引开了后才来落手，都有机会偷摕到。不过贼青该自败，即马因拢去互人扣去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